山中隨想，失落的獅子山精神。晨光初透為港，我已在城門水塘畔整裝，背包裏除了水和乾糧，還有一袋與飼料，這是我與這片深山碧水之間不成文的約定。香港的鋼筋森林在周末褪成遠景，我只願遁入群山，讓廢葉充滿草木清氣。作為香港三尖的常客，我早已習慣與險峻對談。青山的礫石坡在烈日下閃着白光，每一步都需與地心引力角力。釣魚翁的尖脊如刀鋒，海風從兩側峽谷喘聲，仿佛要將人推入蒼翠深淵。而鹽蛇尖的亂石陣，則需手腳並用方能攀越。回頭一望，赤徑口的海灣已縮成一抹池藍。這些山路教會我的，何止是體力之分，更是對自然最原始的敬畏。在這座以效率著稱的城市裏，唯有山野仍保有一份不容妥協的野性。但我今日的目的地並非尖峰，而是隱於大欖涌群山腹地的一處僻靜水塘，沿着鳳凰徑支線蜿蜒而下，以鞭漸刺淚去車馬喧囂，只剩禪鳴與自己的呼吸聲。轉過最後一道林灣，水面肅然開展，像一塊遺落的翡翠龕在山坳裏。這裏遊人稀少，偶有行山客匆匆路過，多半是為了前往更著名的景點，少有人為這一池靜水駐足。而水塘的秘密正在波光之下。我蹲在石基邊，輕撒一把飼料，水面先是泛起幾圈漣漪，旋即綻開一片流動的感受。數十尾錦鯉從深處湧來，橙紅、雪白、墨黑、金黃，斑紋各異如潑彩的宣紙。它們的尾鰭寬大如扇，擺動間漾起虹彩，顯然不是尋常土生魚種。記得童年時，我也曾在水族館櫥窗前駐足，看着標價數千元的錦鯉不敢作聲。父親最終買了2尾30元的雄鯽，養在陽台膠盤裏，不出1年便局促得轉身困難。後來讀到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，卻總覺得困在方寸間的生物，談何自在？這些錦鯉想必是被人特意放生於此，或許是富貴人家庭院池院容不下了，或許是信仰中積善的念頭驅使，故人背着水袋穿山越嶺，只為給他們換一方天地。看着他們在水塘中悠然巡遊，我忽然覺得這何嘗不是一種理想的歸宿？從精雕的琉璃剛躍入渾然天成的水域，雖失去自主的精心呵護，卻贏得了整片山林的雨露與清風。叔叔，你在做什麼？稚嫩的嗓音拉回我的思緒。回頭見一老一少站在身後，老爺爺約莫70，穿着燙貼的麻質衫褲，手拄登山杖；小男孩約6歲，眼睛圓亮得像林間初生的小鹿。我揚了揚手中的飼料袋，餵魚，要試試嗎？孩子望向爺爺，得到手後小心翼翼接過幾粒。他學我的姿勢蹲下，小手一揚，飼料畫出弧線落水。錦鯉群頓時沸騰，爭相湧向落點，水花輕濺。孩子窪地驚呼，隨即樂樂笑開，每拋一次便興奮地指着最大那尾。爺爺看，那條有皇冠。老爺爺含笑不語，目光在孫兒與魚群間流轉，滿是縱容的溫柔。他們為什麼這麼漂亮？孩子仰頭問我。因為有人希望他們活得好看，我斟酌用詞，但現在他們更重要的是活得自由。像鳥一樣？對，像鳥一樣。我們並肩餵了許久，直到飼料袋見底，魚群漸漸散去，水面復歸平靜，只如山影倒漾。臨別時，孩子用力揮手，叔叔再見，下次再來找魚玩。老爺爺向我點頭致意，牽着孫兒緩步離去。那小小的背影在蜿蜒山徑上漸行漸小，終被綠意吞沒。我怔怔望着空蕩的水塘，心中忽如被投石，讓開層層撕碎。10年樹木，100年樹人，這句老話啜然撞入腦海。這些錦鯉何嘗不是被樹的生命？有人賦予它華美的鱗甲，有人與它遼闊的江湖，而它最終能否悠游終老，仍要看這方水域是否永保清澈。養魚如此，育人又何嘗而知？
昨日地鐵車廂裏的情景浮現眼前，一列長椅，5個少年，10根拇指在手機熒幕上翻飛。遊戲音效與短視頻的洗腦旋律從耳機縫隙漏出，匯成一片嘈雜的背景音。無人抬頭，無人交談，仿佛每個人都被困在6寸見方的光雲裏。我忽然想起多年前看過的舊照片，獅子山下戴着白手套的工人扛着鋼筋走上竹棚，汗濕的臉上目光如炬。街邊涼茶鋪裏，學生就着燈泡苦讀，腳邊踏着牛皮紙包裝的課本。那種粗糙而蓬勃的生命力，如今還剩下多少？不是要責難少年，這個時代的誘惑太多了，多到連成人都難以自持。澳洲立法禁止16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，中國大陸限制青少年遊戲時間，雖引爭議，其憂患之心豈無緣由？資訊洪流沖刷之下，專注成了奢侈品，深度思考更如逆水行舟。我想起偶爾在網路看到的黑白影像，少年周恩來在課堂起身，聲音清朗，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，那般鏗鏘，是因為他看見了時代的裂痕，並決意以骨血補拙。而香港呢？我們的年輕人看見了什麼？又該為什麼而讀書？這問題太沉得讓我不得不坐下，望着遠山發靈。水塘對岸，幾隻白鷺掠過，刺尖尖着夕陽金粉。高官們在電視鏡頭前念着稿，面孔模糊得像複製貼上。我努力回想，卻記不起任何一句讓人振奮的話語。他們坐擁高學歷、高薪俸，卻仿佛與這片土地的脈動隔着一層厚厚的防彈玻璃。有時我甚至覺得，他們不過是一群精心打扮的守門人，守着既定的遊戲規則，生怕出一點差錯。領導才能，或許早已淹沒在會議文件與公關辭令之中，但這樣的念頭未免太刻薄。我搖搖頭，甩開過於鋒利的批判。每個時代都有它的艱難，每代人也都有各自的迷惘。或許問題不在於指責誰失職，而在於我們能否找到新的山徑，一條能讓年輕人願意攀登，並在其中找到意義的路。站起身時，夕陽已將半邊天空染成歸與紅。我沿着來路返回，腳步比來時沉重。林間歸鳥啾啾，仿佛在討論日間的見聞。行至山腰開闊處，我駐足回望，水塘已縮成一枚暗綠的銅幣，鑲在山巒的節奏裏。那對爺孫嬰已到家了吧？孩子或許正興奮地向父母描述彩魚，爺爺則泡一壺熟普，回味酸而笑。而錦鯉們依舊在水下巡遊，不知晝夜，不問世事。下山後，我特意繞到舊書店街，昏黃燈光下，幾個中學生模樣的孩子蹲在騎樓底翻閱二手漫畫，偶爾交換笑語。隔壁茶餐廳傳來電視聲，正在播放紀錄片。一群青年在郊野公園清理垃圾，汗水浸透 T 恤，笑容卻乾淨明亮。我忽然覺得，希望或許從未離開，他只是換了新衣裳，躲在某些不被鏡頭追逐的角落裏。地鐵列車轟隆進站，載着滿箱燈火與疲倦的面容。我靠在門邊，玻璃窗映出自己模糊的倒影，與窗外流動的廣告光朗搭合成奇異的畫面。明日還有新的工作，新的數字要追趕，新的難題要解決。但這一刻，我心中卻異常平靜，就像那方深山水塘，任憑風來風去，水面終會撫平所有皺褶。到家推窗，夜風捎來遠山氣息。我仿佛又看見那些錦鯉，在星光都照不透的深水裏，靜靜擺動着燦爛的尾鰭。他們不問為何被帶來此地，只是認真地活着。而我們或許也只需要認真地活着，並在能力所及之處，為後來者留一片足夠清澈的水域。